大家好，又係數師傅時間啦。嗱，今次呢條題目繼續係一條同奧數有關嘅題目。好啦，如果1723ABC 呢個係7位數嚟噶，係可以俾9整除嘅時候啦，繼續揾翻ABC 嘅最大可能值。譯埋呢英文俾大家啦。If 1723ABC is divisible by 9, find the largest possible value of ABC。點樣處理呢一條數呢？首先我哋要知道個概念先，就係話如果一個數係可以俾9整除，或者係9嘅倍數啦，咁講啦，咁佢哋所有數字加埋係等於9嘅倍數嘅。換句話講啦，睇翻1723ABC，咁1加7加2加3再加 A 再加 B 再加 C 呢？咁當然啦，呢一個數前嗰4個數字加埋嘅時候係13啦，再加 A 再加 B 再加 C 係要係9嘅倍數先可以啦。跟住我哋要知道一件事，無論 A、B、C 呢3個都係數字啦，咁一定係0到9之間嘅。好啦，咁 A 加 B 加 C 係點呢？咁當然 A 加 B 加 C 一定係大過等於0加0加0打低0啦。同時間要細過等於9加9加9係細過或者係27嘅。好啦，咁睇翻我哋原本我1723ABC啦，佢所有數字加埋咪13加 A 加 B 加 C 啊。好啦，換句話講我將 A 加 B 加 C 加13啦，咁同時間係會細過或等於27加13，所以13加 A 加 B 再加 C 係會細過或等於40啦。去到下一步啦，我哋要做啲乜呢？就要令到13加 A 加 B 加 C 要係9嘅倍數。咁當然啦，呢個9嘅倍數係越大越好，即係話咩啊？係越接近40，咁都要細過40啦，係越好嘅。點樣做呢？我用一個列表嘅方法。如果當 A 加 B 加 C 係27嘅時候，咁13加 A 加 B 加 C 係40啦，係咪9嘅倍數啊？唔係喎。好啦，跟住我哋試 A 加 B 加 C 係26啦。咁當 A 加 B 加 C 26嘅時候13加 A 加 B 加 C 係39，同樣都唔係9嘅倍數啦。好啦，然之後我哋逐個試啦。當 A 加 B 加 C 25嘅時候，13加 A 加 B 加 C 係38啦。而 A 加 B 加 C 係24嘅時候13加 A 加 B 加 C 係37。兩個都唔係9嘅倍數。好啦，但係當 A 加 B 加 C 係23嘅時候13加 A 加 B 係36，呢一次係9嘅倍數啦。去到下一步啦，我哋就利用A 加 B 加 C 係23呢個關係去做嘢。首先題目俾咗我哋啦，A、B、C 呢個組合係有咁大得咁大噶嘛，所以我哋要 A 嘅最大值都係9啦，而 B 亦都要最大值係9，咁令到A、B、C 呢個組合8位數字同10位數字都係9啦。好啦，C 點樣計呢？咁都係23減9再減9啦。咁 C 計都係5啦。最後結論就係 A、B、C 組數嘅最大值就係995。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